26岁大陆女星钟楚曦，最近在网络上被 Angelababy 的粉丝攻击，主要是因为有大陆网友在微博发文，称钟楚曦在综艺节目上因为玩游戏输了，没想到赏 Angelababy 一巴掌，事后被制作单位剪掉才没有播出。不过钟楚曦的工作室随即发声明澄清，表示是网友造谣。大陆综艺节目《奔跑吧3、2、1》好固定班底 Angelababy 和大陆女星钟楚曦一起盖同一件被子，口号一下，两人立刻不顾女明星的偶像包袱，面目狰狞开始互抢被子。大陆综艺节目《奔跑吧》，哇，好厉害啊！楚曦，她把 Baby 整个举起来了，我的天啊，天啊 ！Angelababy 原本是受制于钟楚曦，没想到最后倒数时一个翻身 ，Angelababy 立刻骑到钟楚曦的身上，奋力拉走被子。钟楚曦也不甘示弱，死命地抓住被子不放手，最后结果是钟楚曦获胜。这是在大陆综艺节目《奔跑吧》2018年的片段，同期来宾里面还有 Selina 和昆凌，但最近疑似是因为这集片段让钟楚曦被传对 Angelababy 动手。有网友在微博发文称 Angelababy 因抢答慢了遭到钟楚曦赏了一巴掌，但事后被制作单位剪掉才没有播出，不过并没有任何照片影片。钟楚曦工作室发声明辟谣，还说是有网友故意造假，并要求相关人员删文、停止传播，且已委托律师处理。随后 Angelababy 也在留言区回应，抱抱都9102年了，还有人编这样的故事。大陆女星钟楚曦，因为机器离我们都特别远，没有感觉在录节目，就感觉我就是去玩。曾经因为在《奔跑吧》录影中嚼口香糖被网友批没有职业道德，不尊重录影工作。钟楚曦今年在贺岁片《神探蒲松龄》中饰演聂小倩，美艳动人的外形受到瞩目。2017年更电影《芳华》入围过第54届金马奖的最佳新演员，现在为了不让网友抹黑，发声明怒斥谣言。